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但以理书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15节到18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囝。巴比伦伯沙撒王执政第1年的时阵，上帝的仆人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，一个梦境。这个梦境提到着宝座，但是这个宝座不是伯沙撒王的，乃是迄位属伫天的统治者，将来要来审判世界的上帝。因为上帝无欢喜巴比伦伯沙撒王对伊的轻视无礼貌，就兴起着4个无同的国家国王来吞噬巴比伦帝国。但是上落尾，上帝将来是要家己来统治所有这个国王的领土。因为上帝是万王的王。但以理书第7章第1节到第8节，15节到18节。但以理伫看见异象，讲到伊的梦境了后，甲伯沙撒王的对话。巴比伦王伯沙撒第1年，但以理在困的时，梦到一个梦，头壳内面出现一个异象。伊就甲梦的内容写起来。但以理写讲，我伫眠时看到一个异象，天的四面忽然起大风，摇动大海，有4只形状拢无同款的大只野兽对海面起来。头一只亲像狮，有鹰爪的翅。我拄着看的时，伊的翅互人飞起来，毋过有人甲伊对涂骹扶起来，互伊亲像人2只骹徛地，佮互伊有人的头脑。我佮看到第2只兽，亲像熊，半久半行，喙齿夹3支肋骨。有人大声甲伊讲起来，肉出在你这。我佮看到一只兽，亲像肉，甲这边有4支鸟仔的翅，伊有4个头，佮有宽柄。我伫眠时的异象的中间，还在看的时，第4只兽出现，伊看起来真可怕，真恐怖。佮真凶猛，有大只铁仔的喙齿，会吞食铁碎，食无了的就用骹吞踏。伊的头前迄几只野兽无同款，有10支角。我伫观察遐个角的时阵，忽然对迄中间发出一支细支角。这支细支角甲迄只10支中间的3支拢连滚来拢飞起来。这支细支角有亲像人的目睭，有讲大声话的嘴。我但以理因为看到异象，心真忧闷不安，就惊换去一个在侍候的人，甲伊关系这个异象的意思。伊就解说互我听，伊讲，迄4只大只野兽是咧对世界兴起的4个王，毋过至关是正性的子民要得到这个国，世世代代掌理王权。上帝对天落来要统治的权柄，毋是属伫地上的，因为伊是伫万有顶悬的上帝。上帝差遣伊的独生圣囝来降世，成做人子。
伫将来要来掌管世上的权柄。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，安尼记载着：对顶面来，伫万有的顶面；对地上来，属伫地上。所讲的是地上的事，是对天顶来的。伫万有的顶面，伊为着所看见的甲所听见的作证，不过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接受伊见证的人，证明上帝是信实。上帝所差遣迄位讲上帝所讲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赐圣神予伊。爸疼囝，已经将一切拢交伫伊的手中。信囝的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毋顺服囝的人，若袂得到活命，反倒当继续互上帝受见。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应允，既然是相信囝的，就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也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讲的，当然，迄个旧约的就要亲像巴比伦共款，遭受着灭亡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，伊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咧牙影，大水牙影出大声，大水牙影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影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赏赐独生圣囝，互阮会通世人会通因为安尼来相信，来接受着救恩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也恳求上帝帮助阮来活出好的见证。见证阮是属于主的，愿意分享主的疼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